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已经过千万年，也通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
卡吞足机钓味。二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煞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我的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的不过心伤多。袂停，刚到世界，伊煞经常看台，都讲ပြန်來無三通，叫我做愛千百二天，我就是獨一無二啊！我就是你愛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愛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寶座烘焙，身邊你準備一千個等的，看你困的是我的水電。叫我的半生半世，都做无人陪。香味就你听你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卡吞足机钓味。二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煞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我的嘟嘟嘟嘟，
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兄弟们，午安！我现在好想睡觉，所以来一点巴比特的来提振一下精神哦。我现在好想睡觉，现在应该是朱蒂卡最有精神的时间，对，但我今天早上太早起了。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到刘迪卡的频道。我今仔日搁要来还债啊！这个葡萄干到底什么时阵会吃了咧？啊，是茉莉酱的干乐吗？茉莉酱，欢迎你来到刘迪卡的频道。茉莉酱，咱泼下水落去。茉莉酱，茉莉酱午安。这个料理啊，它永远跟着我。挥之不去啊！这个我该怎么去形容它才好呢？这个大佬们深沉的爱，这个重训餐的部分，之前我把它努力的切成5等份，但是5等份看起来依旧是好可怕。茉莉酱，谢谢你带领着你的伙伴叫啊！欢迎来到迪卡频道。茉莉酱，我跟你讲，我今天要吃这，这是袂用吃的物件，这敢会能吃，这都唔能吃，这袂用吃的物件。是这样子，对我而言，这个深沉疼爱的重训餐就只有芋头，还有番茄。对不起，这里面没有番茄，对不起。这里面不存在任何番茄，对不起，我觉得好想睡觉。对我而言，这个深层疼爱重训餐就只有芋头跟凤梨可以吃，其他那些是什么东西？三色豆能吃吗？可以吃吗？葡萄干什么的可以吃吗？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能吃好吗？看起来好健康啊！这个东西你要说重训呢，它基本上是高糖啦，所以说运送糖分给肌肉，可以增加肌肉是还不错。对，但是我本身从小对于葡萄干就没有办法。对，茉莉酱，然后就说好，请带上我茉莉酱，我也想要吃炸鸡。这个是我跟我们家面线讲好的呢，他们之前相爱相杀。整整大概快要3包哦，快要3大包的3叶葡萄干，全部弄在一个碗里面，有够恐怖！我必须要把它分时段吃完，配合我的重训呢。只能说朱蒂卡不作死就不会死，对，这个是作死，大大作死。当你吃过葡萄干之后，三色豆水饺，我跟你讲，三色豆水饺在葡萄干面前，它简直是人间美味，好不好？我看到我们福利熊 AKA 全村的希望熊寄过来5大包，不晓得为什么，我完全不感到恐惧。对，因为最恐怖的在这里，最恐怖的在这里，春姐姐三色豆，猪猪没办法啊！汤姆，为什么？为什么汤姆他打迪卡翻译会变成例如？就迪卡的翻译是例如是吗？小天新鲜都可以吃，它算新鲜啦。毕竟我们那天相爱相杀完，我马上把它分装之后就急速冷冻，它其实很新鲜。现在葡萄干好吃吗？不，它不能吃。贝贝，它不能吃。等一下，不好，别这么说嘛。我不过就是一个带动的气氛啊。对，就不晓得为什么就
378颗有机葡萄干之外50元请猪猪吃小份咸酥鸡。谢谢陈姐姐谢谢陈姐姐，我真的50块在大高雄工业国可以买1小份鸡肉，好吃，谢谢陈姐姐好开心谢谢陈姐姐，最挺猪猪的陈姐姐。那么陈姐姐，你要不要帮我吃掉？你要帮我吃掉？一一打个招呼刚刚真的很谢谢茉莉酱的酱了，茉莉酱今天好可爱好可爱，而且茉莉酱的企划我都觉得她真的是好可爱的一个小女生，就感觉就是鬼灵精怪，然后就是她是那种很讨喜的那种鬼灵精怪，好可爱茉莉酱。对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去订阅我们可爱的茉莉酱，然后雨轩欢迎大家的迪卡表的，然后 SP 先生，然后谢谢来到猪猪频道障碍串串内衣看起来就很好吃谢谢你的叫咯，然后顺仔31刚小丽也杠到哈，然后小欧经理欢迎来到的迪卡频道，今天你看到你哈，水母先生主管3点回来就对放了，不需要水母不需要，我真的葡萄干真的新鲜葡萄留下，葡萄干带走，谢谢水母先生。晴天一拉下，就剩大概一拉下，回到比格一拉下，给我下了，我看这里有梦游五千老师，五千老师救命！五千老师下来帮我加一个啦，这家就恐怖的水灵宝贝我觉得我今天又可以让你们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声线了，在我吃葡萄干的同时，弄能力抖内都要付出葡萄干你倒是就给我抖一个什么葡萄干过来呀，汤姆先生气死我了，可以插在一起没办法吗？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被猪猪姐姐车架了吧？是真的啊，茉莉酱真的是很可爱茉莉酱你要看她的节目，你会发现她不是一颗普通的茉莉酱，她真的是非常鬼灵精怪，而且她的鬼灵精怪是会让人家会心一笑的那种可爱就是很调皮可爱的那种，真的很可爱。茉莉酱，你今天要来看姐姐发出奇怪的声音了，这样的姐姐可以吗？发出奇怪的声音的我可以吗？不是ネギ，是ネギ不能吃吗？そうだよね。点点がないね，打工がないね。对，不是葱呢，并没有浊音呢。猪猪看错了。好，那从今以后你就变成葱了，谢谢。讲错就错。好了，不好意思，ネギさん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就不知道你像求到看到，我觉得真的假的？不是啊，吴谦老师，你知道我们家的凤梨罐头还有10几罐吗？吴谦老师，但是我跟你讲，托葡萄干的福，托我们福利熊的福，我现在对于这个凤梨罐头完全不排斥了，它真的好好吃，在葡萄干的面前，什么东西都可以变好吃对，是茉莉酱最可爱的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口水依旧不争气的在分泌着分开都是美味餐在一起，我要让蓝言语，的确是呢。可以，好，谢谢茉莉酱。今天不好意思又要让你们听到奇怪的声线了，因为我又要吃这个奇怪的东西。时光倒流，泰国的3万6，泰国今天不是冲破4万了吗？赞！这不是我们 AKA 福利熊全村的希望熊吗？上烤架才茉莉酱，拜拜！你要上烤架了，超级可爱的茉莉酱。我总算看到有食材系的那个主播在我面前上烤架，不然通常上烤架的都是我呢。茉莉熊，我谢谢你啊！我们今天第3次打开我们的可爱小鸡餐盒，我就看我今天是不是稍微能够长出一些抗性，我就看我今天是不是能够稍微减少一些哀嚎。等下这是小鸡的嘴巴啦。小鸡的嘴巴呢？哈，是，而且我福利熊 AKA 全村的希望熊，昨天又寄来5大包3色豆水饺，很棒！在葡萄干面前，就连3色豆水饺我都觉得它人间美味，好不好？福利熊你做到了，对你改善了我对于
凤梨还有三色豆的惧怕。对，因为葡萄干之上，在葡萄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凌驾于葡萄干之上，葡萄干真是太可怕了，你知道吗？不需要葡萄干小天，对，感觉要看重播，没有错。你们现在时光倒流，台股还在36000的上个礼拜，好不好？殊不知，谁知道今天会冲到4万呢？对，我们这其实是上个礼拜的直播影片的重播，好不好？其实我今天根本没有要重训，也没有要还，对我今天就是直接放我们重播影片，这样好不好？真有同伴。后面还有是吗？我这个要怎么跟你们相爱相杀来呀、反正这个餐盒我今天把它解决掉之后，还剩下最后2盒啦，只剩最后2盒啦。我跟你讲啦，我在5月初我就解脱了啦，真的啦。讲是这样讲，我今天稍微再找看看能不能再稍微有一些葡萄干抗性的一些方式出现，好不好？汤吉巴桑啊，刚下你来个的低钙变的，这切下来就放在这边的去找它。探せ。俺のホームにマーク欲しいがい。欲しくれればくれてやる，应该是这样讲。因为看到葡萄干肉，可以不要吗？它现在解冻了，它应该是有温润的味道哦。奇怪，我上次大把的这样吃，感觉没办法呢。我现在又回到小口的吃。小口的吃，好像也就还好哎，真的。小口的吃，好像有一些抗性了。可是这些都是要小口的吃，这些都是不行。小口吃，我怎么吃都天荒地老。像时间来到3点11分，我希望我今天的重训可以在4点结束。如果今天小口吃，可能到晚上7点还没有关台。是不是三色豆好吃多了嘛？猪猪以为7、8万吃，又一直力气。我跟你讲，福利熊以为他可以折磨我，搞不好我今天这一盒吃下去，抗性渐渐出来，到第5盒，我还会感谢他多寄一些给我，对不对？好，我真的觉得小口吃才是太慢了。我决定，我们上个礼拜是全部都是大口嘛。我刚刚经过了小口之后，我再来回复大口。难以想象葡萄干肉粽长这样的散开，那个东西不要问我，打死我都不会去买。对，那真的是，我不能跟你们讲说那个是不能吃的东西，对，这样会被延上。我只能说，每个人喜好不一样，谢谢。就像我好喜欢芋头，你们某些人不喜欢芋头一样，对不对？但是有人分担比较快吗？我就只能请迪卡豚足鸡，还有谁？天蓬娘娘帮我分担啊，那怎么办？就只有迪卡，就只有豚足鸡，就只有天蓬娘娘可以帮我分担啊。请问还有谁可以帮我分担？谁？中口的吃，我怎么觉得中口的我不如大口在？不要了，吴谦老师达成之不喜啦，达成之不喜。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小口的。最后，我还是要把我们快乐的凤梨奶油以及芋头放在最后享用呢。再来大口的吧。我刚看那之前啊，那个其他纯足鸡的新一张预测，我看啊，我拿另外一张，其他纯足鸡的新一张预测目前进行中。我们先一张预测，我拿那个改过的那一张。你看纯足鸡的新一张预测那种，开始我先咬着汤匙哦。你看纯足鸡新一张预测目前正进行中，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爱用我们下方资讯栏下载
迪卡屯主席西方预测的 PF， 来 PNG 长，这是我流口水了。欢迎下载我们下方资讯栏，就是我帮大家把原档放在蛋间那边，可供大家下载做涂鸦、做创作，好不好？我打死不吞，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咬开它。我现在咬开它，我现在就要开始崩溃了。好，我不行，我要快速的塞好大口。啊，六先生，你去乖乖的把那个猪猪娃的胖次穿好哈。啊，至于就是猪猪吃葡萄干的那个部分不重要啊。好，我现在塞一大口了，塞一口。我现在要来咀嚼了，我现在要来咀嚼了，我现在要来咀嚼了。哦，好不想咀嚼哦！我现在真的要来咀嚼了。哦，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行，大口的。不行，太烧可怕，太烧可怕！葡萄干是不能吃的东西，太烧可怕！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我依旧找不出可以跟他和平相处的方法，哎。谢谢大家，你们的确是在看上个礼拜重播呢。就我要怎么戴着口罩？为什么六先生的帕子跑到口罩那边去了？哦，蛋糕 ！Oh my god！ 完蛋了！好，来看一下。就可以拉下来，点先生一拉下来，然后医生有汉奸马上啊，小飘飘，小飘飘，你看这臭哥哥们、坏哥哥们给我的这个深层重训餐，我依旧还是努力的在找可以接受他的方法呢。别了，午安，欢迎大家到迪卡表的，我看嘞，来看一下。念讲现在的怎么办？后面呢？看一下。外面的三色豆打成泥，当中间的夹层再撒满满的葡萄干，可以，这个我做。外面奶油就加葡萄干泥一起混打，外面的奶油加葡萄干泥一起混打的话，担心会不好抹。对，也就是说外面的，福利熊，外面的葡萄干啊，要加泥一起混打的话，其实可能会反而会不好抹，因为那个渣渣会变成说什么蛋糕表面没有办法太平滑，要就玩大一点，我要把它弄得非常的惊悚。可以的话，
我一样把它全部都是奶油抹平之后，我贴满满满的葡萄干三色豆，而且三色豆还要分好颜色。你觉得如何？让我一次崩溃，就从视觉还有味觉，所以夹层没有问题。泡泡熊尊爵不凡的意见，照做。但外面奶油加葡萄干泥一起混打的话，担心反而会不太好涂抹的状况下，就是做起来可能没有办法太下趴啦。对，我希望是既下趴，用惊悚的一卡卡的手，福利手，全村的希望手，我跟你拼了！我一定要做出就是视觉、味觉上面都非常惊悚的东西，在我今年生日呢。我流的口水绝对不是因为我还想着吃它啊！最后再吃1-3的什么断啊？小妹妹，那为什么开始要断食呢？是不是有一些身体需要调养的部分？例如说觉得自己体脂肪太高之类的呢？是先磨底再挤花啊？福利手，我跟你讲，因为葡萄干它挤花也会有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有渣渣会卡在那个挤花口，对，除非我们真的是打得很碎很碎，但是很碎很碎的状况下，也不保证说它挤出来是漂亮的。如果要挤花，我也可以试着完成看看，好可怕。但是我其实不怕，我其实不怕味道啦，因为其实我希望做出来是漂亮的。不过有一些挤花的部分，就变成说有一些杂质卡在挤花口，那会坏了整个可能挤出来的那个花的那个形状之类的。所以这个部分猪猪可以试看看。对，如果最后那个泥跟那个跟那个奶油挤出来的那个花的形状不漂亮的话，那个泥我跟你说，我也会直接抹进我的蛋糕里面。对，可以，没在怕的，反正要玩就玩到底。要玩就玩到底。一定是不追生大哥可以不用先上香，我还活着啦，我还活着，好不好？多切成的话，感觉视觉会更冲击嘛。葡萄干，三色豆什么的，现在对我而言已经是天堂级的食物了，好不好？这个葡萄干是什么鬼？葡萄干，而且葡萄干不是蜜饯啊。打成你在过筛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试看看，可以。反正我会继续把它抹漂亮的平，抹平之后呢，我一样会点缀上很可怕、很惊悚的三色豆，然后葡萄干之后，然后我们福利手要求的过筛的葡萄干泥，我们加好不好？可以，搞不好其实葡萄干泥变成奶油下去打，味道应该又会变得比较温润啊，因为毕竟有奶味。对，杂质好都可以试，都试好不好？总比单吃它好。单吃这个东西真的很可怕。要不要参加？想说应该没差，没差比葡萄干还难吃。你还找得到比葡萄干还难吃的东西？那你不要跟我交换好不好？小妹妹，我跟你交换，姐姐跟你交换好不好？那这个月底就开始手脚冰冷。为什么医生要跟你提出要吃这个餐？是他认为说他想做一些什么样的记录，是不是？断食计划。好，不管什么样的餐，我都觉得基本上应该都比葡萄干好吃100万倍了吧？怎么会这是？我想说，反正要死一起死吧，对不对？就当黑猫跟大小姐的示范吗？福利手，谢谢你对我们真好。可是重点也要大小姐跟黑猫他们怕葡萄干啊，这样子我们研发出来的那个葡萄干泥的那个挤花奶油，这样才会吓死他们嘛。反正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反正我研发出来的这个鬼东西，如果大小姐以及我们的爱梦也可以雨露均沾的话，对，雨露均沾，我没说错，我们好姐妹雨露均沾的话，对，怎样真恶心，怎么抖 M， 老娘都研发，反正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死，对不对？大高球工业国超级对 ，7爸爸，这个热度基本上朱蒂卡已经生活了5004年，快5005年了，关系啊啦 ，OK 啦，好不？咱大哥用刚牙国，我们大高小工业国就是这么热情哦，就是这么的热情。接下来我们
薄荷、福利熊、大小姐怕什么样的水果？你可以告诉我吗？葡萄干它怕吗？然后我们黑猫猫也怕葡萄干吗？如果怕的话，我就不会是一个人咯。我好快乐啊！真是的，早点跟我说嘛！我一直觉得我好孤单寂寞。现在如果大小姐以及黑猫猫也都非常惧怕葡萄干的话，我突然觉得我不寂寞了呢。突然觉得好充实踏实哦，我不是一个人哦。诺诺吗？诺诺，我只记得他怕芋头，葡萄干好像还好的样子。我们家诺诺，他直接不喜欢水果，真的假的？大小姐不爱吃水果，我很难得遇到不爱吃水果的，太棒了！福利熊，大小姐蛋糕，请吩咐，敬请吩咐，拜托吩咐我。掉了，那怎样？掉了。我现在还没咬碎它，我也要大口的葬送我自己，葬送的朱迪卡。一颗颗吃太慢了啦，我现在精力充沛。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我突然觉得我好有精神哦。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突然觉得我好有精神哦。反正要死一起死嘛，对不对？第二大口，天哪！我像咀嚼，我都要鼓起勇气。我要咀嚼了。等一下，我口水怎么喷出来？等一下，哦天啊！好可怕！稳住朱莉卡。不行。救命！等一下，还有一颗，干嘛卡在我的牙龈那边啊？好可怕！救命啊！不应该是这样的，这到底是什么鬼？完蛋了！我觉得我一辈子都找不到喜欢他的方法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喜欢他的方法了大小姐在学生手上吗？所以大小姐在想OK， 她的配方好，看怎么样再跟猪猪讲哦。反正我不是一个人哦。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哦，好快乐哦。那学长要不要弄？然后咖啡的苦和葡萄干的甜，你喜欢哪个吗？当然是咖啡的苦啊。咖啡不苦，咖啡它很甘甜，超甘甜的。我哪有很开心？你们对开心的定义是有点误会了。
我觉得你们对于开心的定义有点误会了，你知道吗？潜水台咕噜咕噜。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努力尝试了，对，但是呢，目前大口的可能还是没办法，但是小口的，在它解冻之后，很像暂时还算。对啊，小颗的在它解冻之后，暂时还算是可以入口了呢。我的天哪！现在真的觉得三色豆好吃多了。这是三色豆真的是好吃多了哈。决定要先把三色豆吃完。不然三色豆配着葡萄干实在是太暴殄天物了。三色豆真的好吃多了。我真的是不应该如此唾弃三色豆的呢。我真的是不应该如此唾弃三色豆的。明明是这么可爱的东西，不是吗？好想吃芋头，好想吃芋头。好想吃奶油，好想吃芋头。好，我要再吃。对，新鲜葡萄很好吃，我很爱吃巨峰葡萄，爱到不行。但是为什么变成葡萄干就变成这死样子？到底是对葡萄做了什么，变成这个鬼样子？这个葡萄干。好，再来，我要再塞一大口，然后就开始今天的重训还债了。全部都先塞进去。塞得满满一大口。满满的。对啊，绿色葡萄干明明就超好吃。那个福利熊，你下次要不要考虑一下那个寄绿色葡萄干啊？谢谢。一直在作死的路上，朱迪卡。恰恰，欢迎来到着地界表的 ZW3，我今仔日吃这葡萄干，搁要继续吃咯。来，再，要重训了，重训以前。我跟你拼了！然后塞个一大口，我现在又要开始来咀嚼了，要咀嚼了。哦，不行，我觉得，救命！什么鬼啊！我要开始不能吃了，哪里？葡萄干是不能吃的东西。为什么又有一颗卡到我牙龈？葡萄干是不能吃的东西啦！
好救命哦！啊救命！不管怎么吃，都还是找不到他觉得它好吃的方法哎，这到底该怎么办？真的拼尽的全力大口吃，不行嘛？小口小口吃，勉强可以啊，可是顶多就是一两颗，但是一直还是找不到，就是大口吃它，它真的好好吃哦的那种方法，没有这种东西，现在还不存在，没办法呢，对，没办法啊。打成泥激发葡萄干全部的味道吗？我觉得它刚刚已经在我口中磨碎成泥了，对，但是我现在要感谢一件事情。感谢葡萄干，让我整个人清醒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6点就起床，我早上跑那个高雄的某一家财团的大型医院，陪屯爸去1年1度的那个心脏的超音波的复检，就是每年定期追踪超音波啦，对，然后就我们的可爱的屯爸。堪称是朱家最早起的健康人，今天居然迟到了，今天居然睡过头了，所以就是一迟到，整个过去大医院过号嘛，然后过号就是等到天荒地老，过号就是等到天荒地老，所以我刚刚其实在我爸回来的时候，因为天气又很热嘛，然后就是也不算中暑，就是很热很闷，然后就觉得很想睡觉，然后可能早上又太早起来。对，然后我想到不行，我觉得我这个礼拜是要好好还债，因为礼拜3、礼拜4我就要再来做腌萝卜了，然后明天又有那个台语的学习课程嘛，就不行，就只有今天可以还债，就是再想睡觉，今天一定要还。然后刚刚在我打开配信的那一刻，还是很想睡觉，超级想睡觉。对，但像我完全醒了，嘿嘿，真是托这个葡萄干的福，对。它完全让我惊醒了，它的味道真的是，哇靠，比那个什么提神饮料还要再提神超级提神啊！福利熊，你要出击了吗？对于我们水灵宝贝，要出击了吗？我不会再是一个人了吗？收到葡萄干礼物的人，终于不再只有我一个人了，是吗？有水灵宝贝可以陪伴我了吗？真的是好快乐啊！这样查一查，绿色比较便宜，是不是？但是不是折扣应该不能保存太久？等一下，我们福利熊就连那个保存期限都帮您各位就是尊爵不凡的迫害者想好了，你看多么的贴心，对不对？他就只是喜欢用迫害的方式体贴各位。好，这就是本频道福利熊 AKA 全村的希望熊哈。什么葡萄？我暂时现在还是没想到任何可以把葡萄干味盖掉的方法，但是呢，我很喜欢吃一种唯一我可以接受的就是那个9字。应该是莱姆酒下去腌制的葡萄干的那个夹心奶油饼干那个超好吃，那个超级好吃，那个我就完全就可以接受葡萄干你是可以被接受的，我就只能接受那个饼干，但是因为必须要先用莱姆酒腌制那个葡萄干啊 ，CCK 老师你来晒，欢迎来到的迪卡钓的，今仔日妈祖我给你托梦，我要过来，给迪卡泡一个酒后嘛 ，CCK 老师，我今仔日就痛苦CCK 老师，这个葡萄干，来我跟你讲，这蚵仔甲旺来真正就好吃的，但是这葡萄干，不是人吃的物件啦。但是我今麦在吃这不是人吃的物件。CCK 老师，好，应该是 OK。CCK 老师他真的是就是很支持猪猪频道，然后一直以来我也都觉得他在画技上面的钻研，还有就是认真程度都很令人敬佩。然后，总之偷偷告诉大家，他有参加我们的新一章预测，对。但是因为老师现在比较低调，比较害羞，对。然后其实我超开心，就是有会师愿意参加新一章预测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对。但是就老师，因为老师比较害羞，比较低调，对。但是我觉得。大家观察笔触应该会知道 CCK 老师的作品是哪一张这样。蓝瘦神州，欢迎来到迪卡的频道。我今摆咧吃咧唔通吃的物件，就是葡萄干，没人吃。我是要再多寄几箱，不需要。我跟你讲，朱蒂卡今年生日了，对，生日可以寄来，可以寄礼物给朱蒂卡，没有错。
等一下哦，嘿，可以寄礼物给朱迪卡，没错，对。但是有没有看到我们下面的警语？对，葡萄干深层疼爱已满意，满到溢出来了，哇，不是就满意耶，是满啊，已经满出来了，不要再寄送了，谢谢。对，但是如果您在今年度想要自己可能筹备一些小礼物、小卡片，不用太花钱的都 OK， 欢迎可以寄到高雄3民区民庄邮局61至7号专用信箱，好不好？让朱迪卡好好看看今年度你们想要给猪猪什么样的祝贺，好不好？但是药物啊。生鲜食品、腐败已拆封食品，以及那个奇奇怪怪的兔子，请不要寄过来，谢谢。还有安全疑虑的一些东西，相信各位面线们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想要猪猪拆一些奇怪的爆炸物啦。对，大概是这些。葡萄干不要寄，谢谢。好可怕，好可怕，超可怕我的天哪！只有我会收到，水灵不会收到是？不是啦，我们这边雨露均沾啊，水灵娃娃鸡模样呢，水灵宝贝，我都称它为宝贝了。我们应该雨露均沾啊，绿色的葡萄干，绿水灵宝贝应该要收一下，不是吗？全村的希望熊是不是？全村的希望熊不是这样子吗？泡酒的葡萄干吧，泡酒葡萄干高几率就是会变成酒杂，会变成酒杂的。对耶。我们现在是葡萄干把它泡酒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那就变酒杂了，我会变卢小小啊，对不对？新城一拉下来，头跟迪卡说算出我的新衣装，真的吗？谢谢秋姐姐，谢谢你的参加，谢谢秋姐姐，感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是手绘的还是用什么奇奇怪怪的剪贴创作也是可以的哦，好不好？就是欢迎大家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做创作，这样不是全村的福利熊，不是你不是全村的福利熊，我哪里讲实？不是你听力不太好哦，全村的福利熊，我们说的是不需要在葡萄干。怎么在流口水？可恶，不争气的身体！我说不需要哦，对，那全村福利熊你可以去看一下回放哦，我现在把回放打开好不好？等我一下，不需要，不要。Take 午安。雨露均沾，对不对？这个葡萄干是不是？就如同下雨般的这个沾到水灵宝贝身上了有没有？雨露均沾这样不能沾到大小姐身上了真的很棒沾到黑猫猫身上真的伤脑筋的这再一次这个沾到水灵宝贝身上了这个水灵宝贝这个我最爱的宝贝怎么一直沾到你身上的？雨露均沾嘛，对不对？应该需要的，应该要的，好不好？红色要收枸杞吗？枸杞我反而可以因为够把酒，枸杞比这个好吃多了啦，而且枸杞是顾眼睛的好食材，这葡萄干是不能吃的东西。手做葡萄，小屋经理，如果说你有这个心意，想要手做葡萄干卡片的话，可以，我收可以吗？我收手工的东西，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摒弃它嘞，因为这个就是什么都要快，什么都 AI 的时代，你们还愿意用手做，好，我收，这样可以吗？不会很奇怪，现在在这为了些讨论提示可以，没有问题。即使再奇怪，我还是会我还是会很期待就是越奇怪越好，我很喜欢看这些奇怪的创作，这样重点是费贵先生是安怎重训被假挂包的？那你儿子不是应该帮你承担部分吗？对耶，我那孝顺的儿子奇怪嘞，最近怎么没看到他呢？上次不是有来过来，就是祝福他的老妈子吗？看他孝顺的嘞，孝顺的就是我在受苦受难的时候，这儿子去哪了？我在受苦受难，那个最孝顺的家伙呢？开始变成亚洲家长，然后你的孝顺呢？开始变成亚洲家长。好啦，3:43，我跟你讲，我剩这一大口葡萄干，我等重训结束完，我要把它砍揪掉。对，我第3盒依旧痛并快乐着，对，把它解决掉，不能辜负您各位1分1毫的酒劲不是酒劲，对不起，有劲葡萄干378颗在当中，然后还包含了1000多颗我们福利熊的爱呢，我们小妮妮的爱呢。不是，当天到底是谁把众大佬叫来的？我现在越想越不对。请问当天到底是谁把众大佬叫来的？对，我今天不重训了，当天到底是谁把众大佬叫来的？
开始发癫，才请了你们。好了，没时间请了啦，快把重训时速缓一缓来。今天一样是6公斤12下，然后150下的深蹲，以及一样是4组，一样是4组32秒的棒式，我们一样用这样做配合，好不好？可以啦，我这第3盒吃完有没有？我只剩2盒，我在线上还债就解脱了。对，其他的如果我们福利熊寄来，我只要装死开始囤积就好了，是不是？相信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应该都已经收到我们4月份尊爵不凡的那个腌萝卜专属表单了，好不好？你们尊爵不凡的各位，已经有几位总裁提醒猪猪我要囤10年哦，太好了！接下来3年6年的那个比较的那个示意图，我们又可以做出来什么之类的，好，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崩溃。对，反正你们都要囤积了，我也跟着囤，好不好？嘿，粉随推，推随粉，这样好不好？对，等一下，我想要确定迫害吗？什么东西？康荡可以拉塞，是不是？你说迫害我们家儿子吧，可以啦，尽量迫害，他是最喜欢被迫害了，好不好？他们多孝顺，雨露均沾，是不是？母子均沾那样的，沾上去，把我们家猪儿子沾上去，对，不能只有我一个人不快乐，对，作为一个朱蒂卡受伤的世界啊，要死一起死啊，要死一起死啊！好啦，我现在重训了。我现在已经把冷气关掉了。我刚刚真的太想睡觉，我原本想说，其实我今天设定3点，原本想说啊，可能真的睡个午觉，不然我担心大家没有力气做重训。但是我觉得不太对，因为太多工作要做，然后加上那个高阶会员的表单，想要快点弄一弄给大家，然后弄完也2点了，不上不下，我想说好，不睡了。但是刚刚开台还是很想睡，干得好，这个葡萄干完全清醒了，我整个1-2颗还不算醒哦，一大口下去的神清气爽，你知道吗？比那个提神饮料还要再提神，这样啊，好，我们来重训吧。我们今天一样从6公斤的负重深蹲开始，然后没有意外的话，看一下，等我一下哦。哎呦，来，对，我们今天一样是从6公斤的负重深蹲12下开始哦。真的塞一口葡萄干，真的超提神的，超级。好，看来要来暴汗的朱蒂卡。等一下，我瞧一下哦。哎呦，瑜伽垫。
6公斤。麦克风撞到墙壁了，麦克风你没事吧？反正痛的不是我。好啦，先来12下。6、7、8、9、10、11、12。OK。好，6公斤深蹲12下先完成哈。谢谢水灵宝贝包猪猪回复哦。哇，好，接下来我们来棒式的32秒第一组。好，第一组来，我现在整个关节在啪啪啪啪。每个礼拜可以有1次这样的一个重训时光，真是太棒了。我们很像只剩2次的重训餐哦。哎呦，怎么这么快呀？伤脑筋呢。不作死就不会死。我要先来棒式了。哎呀，贝贝，开始，哎呀。哎，哎，好，32秒先完成哦。指挥官到时候绕杆给你看嘛，哎，手东西，回车一拉下。好，对，谢谢水灵宝贝帮猪猪回复。对，我只是先把那个欠债的那个时数先编辑上去，但是基本上是维持每一周今天要做些什么，大概是在资讯栏下方会看到。是的，大佬们的爱。去高雄发现高雄的公寓都盖得好方正，真的吗？算是方正是不是？方方正正。我倒是这一阵子很想要好好的探索台湾的嘉义的部分，从平地到山区的部分，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我觉得我该去了，然后每次去嘉义都只会停留丁爷的肉店，就觉得就吃一吃，然后就走了，就觉得奇怪。明明嘉义有很多很棒的地方，我都很像没有好好的去探索。好，来，我们接下来150下，我们先来第一组50下。
宇宙最尽力，帅气活泼俏皮淘气美丽温柔优雅善良，第一排位香菜哥鸡猪地卡女王大人安安。OK， 先来25休息一下。FKL さん，谢谢 FKL 先生，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ありがとう。最尽力，帅气活泼俏皮，我是美丽温柔优雅善良，台湾第一香菜国际朱迪卡女王大人啊！哇！感谢，太客气了，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还债，而且刚刚还吃葡萄干，我又吃到溺水了。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要溺水吃葡萄干呢？我怎么又吃到溺水了呢？我怎么又溺水了？救命啊 ！OK， 接下来25下继续。努力还债，努力吃葡萄，没有错。每个礼拜的痛并快乐着的重训还债台，对我而言真的是痛并快乐着。因为重训很快乐，但是吃葡萄干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不能吃的东西呀、这个东西不能吃啊，你各位。掉了，贴回去。好，等一下接下来放肆。在等红灯时，脑子抽了一下，音乐算不算是一种 C 巴斯？很棒，恰恰这句我喜欢，也是卖肉的哦。的确，我们丁爷是卖肉的。各位总裁们，5月如果有加入高阶会员的话你们是直接可以过去丁爷的店家直接升级吃肉肉，或者是丁爷直接招待你们一条他们嘉义县政府得奖过的金奖脆皮烧肉。对，今年就是总之丁爷又要帮我们的生日庆生了哈。那我们高阶会员基本上要记得过去领肉肉哦，或者是生日加码。然后这一次我在寄出那个腌萝卜的同时，我会把算是跟丁爷认亲的小卡片放进去，或者我来不及制作认亲小卡片的话，各位高阶你们可以凭这一次我帮你们列印下来的照片或者是卡片，好，我会跟丁爷讲，我们就认那个卡片，因为我担心有时候你们过去的时候刚好我假日人在忙，然后可能丁爷要询问人名。然后有些总裁们真的会害羞，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谁啊？对不起，我是迪卡高阶会员。哇，超尬，你知道超尬，就是有些观众很哀嘛，然后过去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迪卡囤主机高阶会员这句话，对于某些族群而言真的是很尬，所以我们就是认卡，好，不认人，这样好不好？有些人说我尊爵不凡，
迪卡已是主总裁呢？对，就只会在键盘侠的时候出现，但是讲不出一句话，讲不出口这样子。所以我好开心，你看我开心吗？重训，增重训练吗？重量训练不一定是增重，但重量训练可以达到增肌的效果，增加肌肉的效果。对，所以重训基本上就是在破坏肌肉，然后让它生成为破坏我们原本的那个肌肉的一些原本的一些什么有的没的，反正就破坏之后，然后让它变成肌肉这样子。对，就这样子，不能乱讲。总之先破坏再生成肌肉是这样子。好，那现在把葡萄干拿起来，太残酷了。把葡萄干在你嘴里，可是葡萄干是不能吃的东西啊，不可以的，知道？下个月去还来得及吗？从5月1号到5月31号这段期间都可以。对，预期可能就不厚了。对，所以5月1号你们想先去也可以，只要你们说得出口。我是迪卡高阶会员丁爷他就那边就可以帮您升级或者是加肉。对但是如果你们不好意思讲，请记得要拿上，就是我给你们的那个每个月给你们寄给你们那个照片，这样丁爷就知道了。对，有些人就很尬迪卡高阶会员尊爵不凡这个讲不出口。对，想要卡片吗？是不是爸爸该加了吧？是不是爸爸5月份该加了？来加一下，觉得如何？好，我们这个月又可以带好水果加一个腌萝卜有无？好沁凉。水果口味腌萝卜，水果醋苹果醋尊爵不凡说金魔概念的家人，去年抓不到好想抓趴趴熊但是我这次是决定我们认卡不认人。对，因为其实往年我都会就是跟丁爷讲说，如果有总裁来的话，请记得通知我一下。对但是去年就是有1、2位，就是我真的是太忙了，有时候可能连假，或者是我自己可能刚好5月又要办生日季，那有一些总裁过去，我就又来不及跟丁爷讲说帮我谢谢他们什么的，所以我干脆就觉得说这次我们就认卡不认人。那主体卡可能就是在假日的时候，可能丁爷有时候会通知我说，你们总裁好像又来的那个时候，如果我刚好来不及回复，或者我刚好没有办法用 DC 的话，对，至少丁爷知道你们是总裁，才不会让你的权益丧失掉这样子。对，要不丁爷有一次抓人，他是直接就是去，就是他是凭直觉抓人，因为有一些总裁他们真的过去了，死都不讲自己是总裁，你知道吗？对，然后为了避免就是总裁讲不出口，我尊爵不凡，朱迪卡高阶，对，讲不出口，我们就认卡片就好了。你们不要连卡片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嘞，因为丁爷的客人很多，所以他可能上次真的是运气好，让他抓到一整桌的总裁。对，但是这次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因为他订越来越忙了，然后我这边也是越来越忙，所以我们干脆就认卡不认人。所以这次我寄出去的高阶会员的腌萝卜，你们会放，如果来不及制作那个认亲卡，你们就直接用我列印给你们的照片，去跟丁爷认亲，这样就可以了。忘记店名没有关系，小喵喵。啾啾会在总之就嘉义水上广东烧鸭，广东什么烧鸭，连我自己都忘了。我在私讯你，小喵喵，再等姐姐一下。那个画面，这位先生，你再不照口，我就教会你吃葡萄干。可是有一些人很爱吃葡萄干，就感觉不像招供你也像是我黑丝带就在对岸你是指故意不带认金卡？对，如果就像春姐姐说的，如果你们故意不带认金卡，那真的是也没办法了。对，就算我们丁爷火眼金睛抓得到，然后但是客人太多，可能也不是每个都抓得到这样子，可能就跟丁爷使一下眼色，金某干练这样他应该就知道了。金某干练这样也可以啦，好不好？谁有高阶会现才能看到什么的社群吗？其实我有在想，高阶会线才能看到的社群的部分，目前因为有一些就是在那个什么我们的 YT 好像就只有组长的资格的这个状况，所以我在思考说，那这些社群到底要怎么弄会比较好？因为有些高阶他们是直接就是加绿界，对，那像我们刚刚其实3个也加进来了，我们三个为了腌萝卜加进来了，对，所以我其实一直也
也不好在 YT 设一些可能关于高阶会员才能看得到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就真的是绿界加，然后他就 YT 这边可能东西是看不到的，对，所以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这样，对，不过，应该可以用另外一种社群啊，对，然后但没关系，反正我们每一位一定都会收到认亲卡，你们就拜托一定要带你们认亲卡过去。对，算是朱棣卡，求你们了，你们这么支持朱棣卡，请不要害羞。对，我们丁爷是真的每月5月都想帮你们加肉，请务必要过去把你们的回馈带走，好不好？不要再囤啦、有认亲卡，还有什么传说中的腌萝卜对，今年5月让你们收到认亲卡跟传说中腌萝卜，这样可以吗？有腌萝卜。不是薄荷，你也收得到，你这边给我装什么装？谢谢我们福利熊真的是到处送暖哦。爱好就是鸡毛干练，你们可以说鸡米干练，就送红包给丁爷的什么 shorts， 对，资讯还有对小喵喵 shorts 里面其实有那个水上什么丁爷他们家那一间的那个店名真的也是很长。嘉义水上广东烧鸭什么因为在城市等级才可以看，其他绿界的用表单方式提供。什么？不会小猪猪脑袋又转不过去了。神圣等级才可以看。你是说，你是说在 YT 一样可以公告什么东西，然后设最高级会员，设我们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才可以看到，然后其他的绿界用表单的方式提供吗？可以吃传说中的腌萝卜，不是小天你也吃得到吼，你也吃得到吼，用在真正的面前。好啦，因为丁爷他那边活动正式开始，他一定也会发脸书嘛，那他脸书发出来之后，我会再转贴给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记得领漏漏。总之就是5月1号开始，我原本有跟他聊说，其实猪猪的新衣装在5月25号要公开，那丁爷要不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可能5月25号再来公开这次领漏漏的活动，也是为期1个月这样。但是丁爷他那边可能有跟嘉义县政府算是配合的一些活动啦，也就是说他今年其实有领到补助，对，那但是就是可能担心有些档期会有点撞到还干嘛的，所以他今年还是打算我们5月1号就开始领漏漏，对但是他的宣传海报可能就暂时不用新衣装。我说这个没有关系，就看丁爷方便就好，主要他是希望我们家高阶不要再害羞了吼，过去好好的认亲，对，好好的认亲，因为他忙起来的时候，他真的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抓人。他上次抓到整桌的，我真的觉得哇靠，到底怎么抓的？到底怎么抓的？到底为什么他知道那一桌是面线，而且又是高阶？上次水上来吃，可以。我觉得我大概这一阵子假日有空也会跑嘉义，因为嘉义我觉得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该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该深度旅游嘉义了这样。来不及。可以用 YT 社群高阶才能看绿界，就像发表单的方式提供。是有，我之前其实有想过类似的状况，可是我们的绿界啊，其实跟高阶跟我们的 YT 的高阶已经是一半一半了，也就是说有一半的高阶会员他们是看不到我们 YT 尊爵不凡的高阶的社群的部分。我在想说，这样子会不会反而会让大家觉得说，我也不知道我倒是我想太多。对，要不然其实我觉得我是倾向于说，不然我就统一表单的方式提供啦，就是我就宁愿一个一个发尊爵不凡的私讯给你们，对，也不要让就是可能绿界的大佬觉得很寂寞的。我不知道对，我就很担心，就是我自己想太多，或者是不管是加绿界还是加 YT， 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就是在猪猪这边玩。对，所以我才一直以来为什么我没有开过可能关于高阶的一些社群的一些东西，是因为担心绿界那边的大佬会觉得很寂寞之类的。对，所以我才坚持一个一个就是发私讯这样子。对，反正不管怎样，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腌萝卜寄到你手上，然后一定会有我这个月就是印给大家的那个照片，后面会写，我后面就直接写认卡
不认人，认照片不认人，生日快乐，这就是我们的通关密语之类的。对，其实有蛮多方式的啊，对啊，也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对啊，就讲到可以让大家吃肉肉，其实我自己也很开心，因为民以食为天啊。对啊，今年丁爷又加码了，对，要记得去领肉肉哦，记得去领。然后基本上丁爷每次就是有高阶过去认亲的时候，一定会传私讯给我说，你们高阶又来了这样啊。我有空的话一样会看一下啊，没空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回，也希望当下你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丁爷那边好好的享受我们嘉义县得过奖的金奖肉肉，好不好？刚好有好像被听到啊，有可能，因为有可能，因为那时候丁爷说奇怪，这一群人就觉得很像很可疑，到底讲话为什么要畏畏缩缩的？然后丁爷就抓到，我觉得很好笑。去的总裁，对，去的总裁，你们记得就是故意表现的害羞一点，然后欲言又止，对，然后一直屁，然后盯着那个丁爷的那个活动海报，他们那个丁爷应该就知道那个什么意思了。如果你们就连那个尊爵不凡的朱蒂卡玫瑰给你们的那个什么列印照片也不好意思拿出来的话，搞不好那个眼神使一下，丁爷或许就知道了。我在想，好吧，但是我还是强烈建议你们把你们照片或者是我做的认亲卡，拜托拿出来啦，拜托啦，好不好？还是拿一下啦，你们要吃肉肉哦。来，我们来棒式32秒，再来第二组。注意收推，谢谢，对，谢谢你们，感谢。如果可以让我们推一生的话，我也真的是功德一件了，真的。看起来不在地人，毕竟北部气质长不了吗？也是有一些总裁们北部的气质，有可能是这样子我下次再跟丁爷问看看，是不是北部的气质感觉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他大老板，各式各样的人都看过，我也不知道。好，那你各位记得穿的潮一点，穿西装过去，他就觉得这个事有蹊跷了，知道吗？你们如果打死也不把认亲卡拿出来，穿西装过去，知道没有？抓，给丁爷抓一下，福利熊，给丁爷抓一下，要好好的吃肉肉，知道吗？感谢你们对猪猪的支持。比如说丁爷店内粉丝专业吗？请支持嘉义水上广东烧腊，好不好？对，我们丁爷他真的是也是很喜欢推广宫庙文化的一个丁爷。我不能再聊了，快点32秒，聊到我的汗都干了。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干得好，朱蒂卡！你们记不记得我要帮你们更新？就是我有做新的蜂蜡浆，对不对？我新的蜂蜡浆，其实我会把它做成一个吊饰，那个就是你们尊爵不凡的认亲卡了。好，太棒了，已经有了，绝对做得出来。因为而且我这个蜂蜡浆刻意做的比较大。我们以往的蜂蜡浆大概直径大概2.5还是3公分吧，我这次有请厂商做到4公分，我就是要故意做这么大。那个就是我们这次的认亲小卡了，我想起来了，很棒，就是它，很好，我们的认亲有办法了。对，请拜托一定要把你们那个认亲吊饰拿过去，知道没有？我会再三叮咛你们，打死不拿过去，你们被我打屁屁。无所不用其极，你们给我吃，知道没有？谢谢你们的疼爱，1年1度给我吃，去嘉义就是吃，知道没有？谢谢大家。所
那就说那 cos 不过去吗？可以 ，FKM 算了，可以。对，而且我记得丁爷的加码好像从75元的会员开始就会有一些微的升级，然后一路到我们尊爵不凡的总裁就是最高升级。但今年度是不是照办？应该也是照办啦。总之你是从75元的会员开始就有的吃一些升级的一些东西，然后慢慢从150块，然后300，然后600，一直到我们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就是整条肉送你之类的。今年可能也没有做更改。对，我们丁爷就是只怕你吃不饱，对，直接把它抽出墙面。我以前电先生，你如果直接把我们的棉花娃的疯狂假面姿态的朱迪卡拿过去，那个丁爷一定认得出来了，好不好？对，但是认亲吊饰有，我想起来了，我们可以做认亲吊饰，对，每个人都有。不想你一定要叫丁爷，重点什么在？可是重点是我不晓得爸爸熊的特征是什么啊？有没有看到一个台中的气息？看到一个很像那个福利熊福利的气息，是这样子吗？那个抓不到，我想抓，那福利熊抓不到。等一下，为什么你们又不见了啦？那个什么记忆体又不够了，再来几拜，记忆体又不够了。等一下，我把你们抓回来，记忆体又不够了啦。每个礼拜的重训深沉疼爱真是太棒了，真的是非常享受。我说的不是葡萄干，我享受的不是葡萄干，谢谢大家，我享受的是重训过程。好，等一下哦，我把你们抓回来。对，蜂蜡章，就是猪猪其实在出道的时候其实就有做一份蜂蜡章要给高阶会员啦。那蜂蜡章时不时会出现在高阶回馈，它就有点像掉落，就不见得每个月会有啊。这个月遇到了就是你赚到，然后那个蜂蜡章其实也用了4年了嘛，就持续加入的高阶会员都知道。对，那我们蜂蜡章有做更新，而且这次更新的很下趴，我们会在这次的高阶会员的认亲的吊饰上面，让大家看到最新款。对，那大家看到之后，应该我寄出之前就会公开了啦，就会照漂亮，然后公开给你们。就是我们这次的认亲吊饰，我会把蜂蜡章印得很漂亮，然后作为认亲吊饰，直径有4公分，很美。对，不是胖次，好吧，你们要把胖次卡面拿过去认亲也可以啦。来一间烧腊，嘉义水上广东烧腊，对，应该找得到。shorts 里面会有，等一下我搜寻给你们。然后以前的可能没办法，对，因为我们是一个年度，因为就是其实丁也是希望说这个5月份还在猪猪频道的这个才算才公平，对，这样子一直以来就是有一路支持的，支持到今年的5月。然后我们就算5月，如果说你刚好就是可能4月加入的，其实也算了，就是说你从4月的这个时候加入，为期1个月，刚好有碰到5月，这样就算了。例如啦，你可能4月1号加入，然后这样子算1个月，然后可能 YT 判定你5月1号也算的话，那这样也给你算了。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以这个期限为主，也就是说4月27号的今天加入的3哥来算好了。他也算了，毕竟他在5月27号也算，只要你有沾到5月份都算这样子。对，看到他们那个脆皮吗？好 ，FK 上找到了，面周无先看过你吗？戴口罩，爸爸熊真的很神秘耶！好，爸爸熊你再神秘没关系，但记得照顾猪猪的你各位大佬们啊，一定希望你们都可以去尝尝丁爷他们家的美味，好不好？对啊，就是想要神秘、想低调都没关系，但希望你们都可以无痛升级属于你们的肉，好不好？这个是我跟丁爷最希望的然后今年丁爷会出他们家的礼盒，也是跟嘉义县文化局还是文化部，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在那边做合作。然后可能猪猪这边也会做一个礼盒，可能脆皮什么烧猪礼盒的合作。对，到时候如果有 KPI 的话，我们再一起帮丁爷冲看看，好不好？对，因为丁爷他们家的东西真的很值得冲，真的很好吃。来，32秒的棒式第2组做完了，我们再来
第2组的50下深蹲哦。对，今天好工伤哦，今天是明明是很重训，非常重训的还债葡萄干的一个下午，但是一直在跟你们讲一些活动跟工商。对啊，因为5月好多活动，然后再加上我要更新一些就是高阶会员的装饰，然后又有认亲小吊饰啊，好开心哦！我的认亲小吊饰很下趴哦，这次蜂蜡章真的很漂亮，大家一定会喜欢，可能会去吃吧，但你就不认亲，拜托认亲一下福利熊，拜托啦，拜托认亲一下啦，真的啦！所以这个礼盒感觉很棒啊。我自己也很期待，到时候看丁爷他会以什么样的礼盒形式推出啊。如果猪猪这边有办法帮忙的话，我们再一起帮丁爷冲哦，好吃肉肉一定要推广给大家。来50下，葡萄干，你为什么1点丝毫没有减少啊？谁要帮我吃一下？吃掉它！好，50下，预备备，50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好棒，25下。好，小天记得去吃哦。把认亲卡不是认亲卡，我这次决定要做认亲吊饰，用蜂蜡章把认亲吊饰带在身上，好不好？希望大家的权益不要错过喽。骑车过去嘉义晃晃可以耶，我觉得嘉义路好大条哦，不输高雄哎。美味的葡萄干，我知道它可能很美味，但是对我而言可能不是。没去成可以派人送回来吗？说到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请人家带耶。丁爷很像去年他说只希望大家是可以亲自到，很像如果要请人家送的话，很像没有办法。没关系，我再帮你们询问一下，这次领肉肉的一些细节好了。他如果说丁爷有限定一定要本人到的话，那就尽量本人到，让丁爷抓一下哦，谢谢。无所不用其极的，我要怂恿丁爷要本人到。差点推到水上空军啊！水上空军营区里面，为什么是推到水上空军营区里面？太酷了！穿猪猪衣服去，你绝对会被认亲到，对，一定可以的。对，穿猪猪衣服去也是一个好选择哦。对，然后丁爷的话，往年他都是不管是第几阶的会员，他都会帮你们加料。对，那请出示最高阶会员会加更多料哦。买真空包装不用加码，买真空包装的什么不用加码。说到这个，丁爷要加码给你们的肉肉，去年真的也是真空包装的一整条的脆皮烧肉好想吃哦。你请里面来帮你试吃哦。你请里面来帮你试吃。福利熊，你认识军营里面的大大？整个军营都是你的，原来是这样子。福利熊，原来整个军营都是你的，开始造谣。好了，我继续。第二组
2之2呢。1、2、3、4。然后感谢加入第47个月组长。然后组长不嫌弃的话，组长也有得加码肉哦。组长的部分只要你过去跟丁爷认个亲，我5月份会把你各位可能是不对，你们可以自己开那个 YT 后台给丁爷知道说你们是哪一个阶级的，丁爷就会帮你无痛升级优惠肉，好不好？我们今年也有跟嘉义水上广东烧鸭这间金奖烧肉闻名的在地店家合作，5月份早一天去丁爷家吃肉哦。然后你可以带你的奥托迪，你可以骑你的奥托迪过去，但也可能有点远。欢迎啦，不管是各个阶级、各个会籍的，都欢迎过去无痛升级啊！我算到几个了？我算到第几个了？47个月在越南牛肉河粉好吃那个很好吃会喝茶不要乱说会喝茶それが申し訳ないふりしょ。等一下，我算到几了？在嘉义在嘉义的在地店家好吃烧肉等一下，我算到几了？刚好朋友在里面培训，是不是？这个直属学长去。等一下，我算到几了？救命！我的天哪！可以姐姐的一起领吗？那个，我帮你问问看丁爷，因为有一些大佬如果真的不方便的话，是不是可以拿我们认亲吊饰，就可以做认领，好不好？我帮你们确认一下。我才准备牛排，胡说八道先生，完蛋了！我做到几了？好了，一样算15好了。上次做到一半也是忘记。好，倒数10下，10、9、8、7、6、5、4、3、2、1。3、2、1、无限加码自己。是啦，等一下再来放肆一下，然后在最后一组50秒，不是50秒，对不起，50下。对，5月份开始谢谢你们的支持。5月份开始，大家各个会籍们记得过去冲撞我们丁爷家的烧肉因为他的活动办法还没出来，我这边也没得分享他的粉专给大家。不过基本上他是确定5月1号开始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想要升级最高级的整条肉带走高阶会员有福啦，好不好？除了现在加入有腌萝卜可以让你们囤。实在是不想让你们囤，但的确还是会有人囤有腌萝卜让你们囤还有我们在地金奖烧肉店家，好不好？我们嘉义非常有名的烧腊店的店家，让你们吃肉。谢谢人红广东嘉义水上广东烤鸭村，他的名字我永远记不起来。不要走衰福利熊。没看过这么燃烧体力的直播吗？其实这不是最燃烧体力，真的要燃烧的话，可能负重要再加42下。可是，对我会升天，所以我还是乖乖的按表操课就好。来32秒的棒式来我们32秒的棒式，预备备。32秒的棒式。
目前有3年的腌萝卜，你们可以不要再囤下去了吗？反正你们继续囤那个什么腌萝卜，我就去继续囤那个什么葡萄干，来相爱相杀，来互相伤害啊，对不对？你们继续囤你们腌萝卜，我就也继续囤葡萄干。然后3色豆水饺我一定会如期吃完的，它看起来好好吃哦，好开心哦！我们来做棒式吧。OK， 其实我棒式做到第几组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满身大汗的感觉真好。棒式，128秒除以32等于多少啊？应该是要4次，应该是要4组，对。那我棒式做到第几组去了？算了，好，反正等一下50下深蹲之后再来一次棒式，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子。宁愿多做也不要少做，让运动量才够。好。猫没他们囤，你没有，所以福利熊把那个长毛跟梅子说成猫美，好可爱哦。好，猫美他们团你没有，所以你的葡萄干不能啊！恭喜安呢，是安呢，刚刚遵审哦，恭喜安呢。反正我就默默的囤在旁边啊，只要不打开它，就永远不需要打开它的一天，对不对？对啊，好可怕哦！只要不要打开它，让它永远在角落当生物就好了，对不对？好可怕哦！我好不容易把它解决掉，剩下最后2盒，它不会再出现了。这个东西不应该再出现了，对吧？不可能！我等一下做完今天的重训，我就把它吃掉，我就吃掉第3盒了，我好棒！来，最后50下。孙姐姐，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我想说，哎呀，好可爱的名字，猫美是谁呀？哦，茶猫跟梅子，原来他们都是女性是吗？1、2、3、4、5、6、7、22、23、24、25、可以。哎呀，前面是弓我觉得我们茶猫
我们家猪儿子注定要做瘦，不知道为什么。要3年份吗？哦，我的第一版腌萝卜，对，貌似大概3、4年前出的嘛。我们即将在这个礼拜3跟4要制作我们的复刻版夏日果韵大根，用苹果醋下去酿制的腌萝卜，总算让你们等到了哈，总算又要让你们有机会囤积了哈。至于这个版本会被囤积几年，这个我不好说。是的，春姐姐别有楼大喜。姐上次碰到没取货吗？啊，那个是屯妈没有收到简讯啊，她也超慌张的。因为那一阵子我自己也超忙，然后我也忘记说，因为其实也不知道我到底出货了没有，对，然后结果居然真的错过了。但是我很乖啊，我有自首，我超乖的对吧？我就报告那个全村的希望熊，不好意思，屯妈没收到简讯，我们就这样子错过了。但是好险水饺前2天收到简讯，快点就把它领回来了，我超乖的，对不对？我超乖超诚实的啊！奥さん，欢迎来到迪盖中的，我今仔日咧重训吃葡萄干哦。来，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刚刚是做到什么了？我刚刚是做了棒式吗？我刚刚做了棒式吗？不然就又糊了。哎呦，那个不急啦，福利小不急啦，我还有最后的2盒深层重训餐还没吃完呢，那个不急嘛，对不对？哎呀，不用太急啦，这次我们深层重训餐吃完，搞不好就再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真的还有无限增生的葡萄干的话，该怎么办嘞？不用处罚，不用花钱，不用，好不好？对，我只要你们要记得过去丁爷家5月份的肉要记得领一下不用把心思放在这个处罚猪猪身上啦，对我这么人畜无害不需要啦不然你们可以把心思放在心意中预测一下，对不对？我们来涂鸦一下，对不对？真的是皆大欢喜嘛，双赢的局面，对不对？葡萄干不要加倍，好可怕！好啦，我刚做的是棒式还是深蹲啊？我刚做的很像是棒式，是不是？不对，我刚做的是25下深蹲。对，我刚做的是25下。来，接下来最后的25下，葡萄干不能5566不能亡，葡萄干不能断。原来我们这个葡萄干就如同5566的意念一般的嘛，不能断不能亡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葡萄干，我家的葡萄干会自动繁殖例如好可怕。葡萄干不能断，5566不能亡。对不起，这有点戳到我笑点。来，再来25下。来结束这次的深蹲。对，太棒了！我想一下负重深蹲完第一次棒式，然后50下深蹲第2次棒式，然后接下来第2组50下第3次棒式，然后第4组50下
对，没错，接下来还有1次的棒式，这样才对。OK， 好，快要完成了，接下来还有32秒棒式，我们就要结束这回合。我就要回来葡萄干的怀抱了。葡萄干加炼乳吗？葡萄干加炼乳，我先不怕炼乳葡萄干加炼乳搞不好我稍稍的可能可以被接受，可是又觉得糖分太高，不行，葡萄干的糖分已经够高了来32下，好快乐啊！运动果然使人快乐哦，运动使人快乐，但是葡萄干并没有哦。来，我们再来32下，不是32下，对不起，32秒，棒式。哎呦！朱迪卡回来了。等呢，恭喜丁爷本人！丁爷你来哦！丁爷是你本人吗？丁爷，阮头拄仔咧讨论恁兜的迄金奖烧肉，真正有够好食的。丁爷，应该是这说，我们丁爷应该基本人伫咧线上，还是你是另外一位丁爷呢？来，我要收一下我的瑜伽垫，笔记本没有。FKL3，我是喜欢重训运动，但是不包含葡萄干哦，非常的感谢。请把葡萄干删掉，谢谢，它是不能吃的东西，谢谢。其实我今天已经尝试到第3盒，给他很多的机会了，但是依旧不能吃。是的，丁爷，果然是丁爷。我们感谢我们金奖烧肉小开，我们嘉义水上广东烧鸭庄的我们2代小开丁爷现身在本频道，也是我们5月份的厂商爸爸来咯，帮大家吹一来。对，丁爷，我们在讨论你的肉真的很好吃，然后这次又要帮我们无痛加肉了，然后我们有在聊说，我在聊说，请大家务必要在5月1号到5月31号这中间，一定要去找丁爷，好好的无痛加肉。好的，满身大汗的迪卡要回来解决剩下的重训葡萄干。哇靠，真的满身大汗，我真的觉得不用开冷气真的是效果拔群效果加倍。来，我回来了，我们依旧是配合着我们的这个巴比特的这个音效丁爷，我跟你说，这一次的那个，对，5月有31天，对，我刚刚是说31天还是30号啊？我刚刚是有想要30号，是不是？等一下，我再对焦一下我自己，等我一下。来 ，OK， 可以给丁爷什么名称备注吗？只有我能看到的，是不是？现在可以备注，是不是？等一下看一下要怎么备注啊？等一下不会备注，然后把它新增成管理员。可以备注，我怎么不知道可以备注啊？丁爷，我跟你讲，这次啊，担心您太忙，然后我们家的那个会员们，像高阶会员的部分啊，有一些真的很害羞、很 i 人哦。
他们会不好意思跟丁爷搭话哦，然后就默默吃完然后就走掉，你知道吗？所以我这次会特别给高阶会员的认亲吊饰哦，我会制作成那个蜂蜡章，然后再打一个小洞，然后把那个吊饰的那个算是那个吊链串进去，然后变成只有高阶会员才可以拥有的认亲吊饰。对，那个时候丁爷就知道哦，你是我们的最高阶，尊爵不凡的最高阶。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我会放进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腌萝卜的我们这次的包裹，然后我想一下哦，基本上我会在5月1号到3号这段时间出货啦。所以你们认亲小卡，如果刚好你们想要在5·1劳动节这一段时间过去跟丁爷认亲的话，也没有不行，你们只要出示你们的后台不管是绿界后台还是那个 YT 后台，让丁爷知道说你是哪一个会籍的，这样子丁爷就知道怎么帮你们加码了。有认亲的吊饰，基本上就是只是要给高阶会员一个做纪念啦。但是有一些真的讲不出口的，自己的后台怎么开突然忘记的，对，可以用那个认亲吊饰，但是吊饰就可能会来不及在5·1劳动节让你们收到这样子。对，然后对了，还有对，我顺便帮你问一下丁爷这样说话名称显示就是你备注的不会谢谢福利熊，我再看一下要怎么弄。我只知道我刚刚按了一下，看一下他要怎么去做设定啊？我只有看到频道活动前往频道更换置顶讯息没关系，我再看一下要怎么做设定。谢谢福利熊，然后要S 大小挂在身上，要这么大是不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么大，但是有4公分大的那个吊饰啦，我请他们戴在身上认清一下。对，有一些就是不好意思把后台开出来的话，但是就是那个吊饰可能要在5·1劳动节应该是来不及收到高阶的身上，只是你们后台开一下给丁爷看也是可以啦。对，广东卡抓庄主丁总的额外功能要抓是不是？原来还要再抓一下。好，猪猪再看看。然后丁爷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有一些高阶的怎么讲？总之我们这边有新加的高阶，他们刚好是一对姐妹，然后可能就只有妹妹过去领的话，那有办法顺便帮姐姐的领走吗？对，就是刚刚妹妹在问这个问题，我说哇，这个我可能要帮你问一下丁爷，然后丁爷就来了，谢谢。丁爷你来的正是时候，对，但是丁爷这时候可能要准备晚餐了，对，丁爷不晓得是不是又直接消失了。没关系，如果丁爷待会来不及回复的话，我再赖他看说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比较好，这样送都送，哇靠！小喵喵，你可以把小妮妮的带走了，送都送，谢谢丁爷，不好意思，真的很感谢你，因为我担心会不会反而让你就是不方便，因为毕竟有一些高阶会员他们是真的很忙，对也知道说您做生意很辛苦，就很担心说万一大家就人都没到，然后就是帮忙带的话的这个部分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呢，我们有一些比较低调的总裁，他们可能会请人家帮他带，例如您上方的这位萌猪啪啪滴呱呱熊的这位我们大总裁，他也是非常的低调，对，他也可能也会请人家帮他带的这个状况下，对如果说丁爷可以接受这个方式的话，那可能我们家总裁都会请人家带也说不定，打死不开后台给丁爷看，你们开一下啦！而且我们刚才聊说丁爷火眼金睛，他有一次真的抓到一整桌的总裁，一整桌的就是可能里面就大部分总裁，但是也是有一些可能2阶3阶的这样子，对。原来师傅上课到旁边吃乐龄汉堡是不是？我其实还没有吃过乐龄汉堡丁爷我也好想吃你的热龄汉堡，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居然要吃这个鬼葡萄干。我一样要先把葡萄干解决掉，然后再好好享受我的芋头跟凤梨。我现在简直就是觉得凤梨罐头里面凤梨真的是人间美味，你们知道吗？爬熊我真的谢你可以留一份给阿公吃是不是？太好了，也谢谢丁爷哦，感谢。对，有些总裁可能不方便下来的，那今年丁爷如果可以让就是帮总裁们带回家的话，真的是万分的感谢。只有一个什么血的不是
雪的不是，好，就是那一桌，那一桌就是可能杀气沸腾的，就是我们的红尘梦学长看起来杀气腾腾的，一看起来就是高阶，有没有？然后那个什么雪的不是，真是超好笑。对啦，丁爷抓到就是那一桌啦，我们红尘梦学长那一桌。我当下真的觉得，哇靠，你为什么认得出来？这是种霸王色的霸气让你认出来了吗？谢谢丁爷啦。对，你们记得一定要开后台给丁爷确认一下，不要丧失你们的权益了，好不好？丁爷他们家的肉基本上真的是可能你们觉得很划算，就让丁爷赚。对，我知道，但是丁爷的心意，请大家一定要领走，知道吗？对。总裁50个吗？没有到这么多，对，没有到这么多。我会再把总裁的名单给您。对，就是有些总裁可能真的不小心又忘记带那个认亲吊饰的话，至少后台有名单，或者你那边也有名单哈，丁爷。记得拿一个可以直接下来吃。哎呦，福利熊，你直接下来吃啦，是不是？让丁爷抓包一下嘛，是不是？啊，如果认亲吊饰吼，来不及让你们在5·1劳动节的连假吼，没有关系，我每年固定都会给丁爷名单，好不好？是啊，就是打死不认亲的那个，真的也没关系啦。打死不认亲的话，就看丁爷能不能跟你们有一些眼神上的那个交流，搞不好丁爷就默默过去问了。但丁爷很忙，丁爷做生意很忙，要看缘分啦，哈，跨界的缘分啦，哈，看这个缘分。是的，看这个缘分，我要继续把这个解决掉了。我现在塞整口哦。哦，好可怕！最后了，这葡萄干最后了。大姐，你怎么变成劳工了？大姐，你怎么变成劳工了？哦，啊，5·1劳动节要到了吗？对，10个颜色，或者跟丁爷讲精明干练啊，不对，精明干练，对，精明干练，丁爷就知道你应该是我观众，对。哦天哪，好不想咀嚼哦！各位，请给我勇气，我要来咀嚼了。我要，我要来咀嚼了，救命！你知道他的你知道那个混合那个口水跟那个葡萄干的汁液，谢谢，我真的，我很像又和平的拯救了朱迪卡的村庄了，对吧？我是不是又和平的拯救了自己的村庄了？救命！不是丁爷，你在看这个你的老同学受苦受难的同时，怎么会把这个三个莫名其妙的贴图贴上来呢？我们丁爷再怎么讲，应该也是我们的厂商爸爸 ，AKA 我们的友军，不是吗？丁爷，你是不是被谁威胁了？你怎么会耍泼？你学坏了！
我需要再更多的茶叶。哦，天哪，救命！太苦了，真的是太苦，太苦了！我要和平的拯救了朱蒂卡的村庄，已经没有任何的葡萄干在这个盒子里面了，哦，救命！成为我的肌肉吧，葡萄干的糖分，成为我的肌肉，救命！很棒，我们福利熊，请直接下去，好好的吃肉肉，知道吗？福利熊，感谢你的葡萄干，感谢你各位总裁的有劲葡萄干。抛个媚眼，确认过眼神是爱猪猪的人你们穿那个猪猪的认亲衣服，应该就会很好被认了。所以在外面跑上课啊，不一定在店里会交代下去。也是，丁爷真的也是很忙，所以你们到店里如果没有遇到丁爷，可能丁爷就去上课了之类的。但店家的人基本上都会知道这个活动，好不好？一定要出示你们的后台的会员凭证或者是绿界都可以哦，好不好？哦，大家都想说被丁爷抓的感觉，到底是这是什么东西啊？不是小飘飘，你学坏了，怎么会讲 no power 呢？你一定是要讲精明概念，不是吗？拿蓝牙喇叭进去，对，我也放到最大。我们丁爷也一定也知道，但是我们丁爷如果不在的话，可能店家会一点疑惑，就是说，这个客人很喜欢听台语歌，就这样。丁爷什么？丁爷他知道金猛干练，他知道金猛干练，对他知道，可是因为嘴巴葡萄干味。我多想直接把刚刚那个葡萄干直接撒在你们面前，你知道吗？雨露均沾，雨露均沾，撒在你面前，雨露均沾，知道吗？可能下去吃会忘记带手机下，就这样子。不是福利熊，你没关系，你开不了后台，你还有 iPad， 对不对？我们福利熊好，不只有我们手机，一定有 iPad 嘛，对不对？要不然笔电嘛，对不对？吃完了，我的葡萄干真的吃完了，我成功的拯救了豚竹村了。这个礼拜的豚竹村又被我成功的拯救了。但是宋慧琪送到自己，哦，丁爷宋慧琪送到自己，酷哦，丁爷，谢谢丁爷，对这几年的照顾，然后今年丁爷一定也会就是事业做得更大哦，真的是感谢丁爷，我们敬丁爷好不好？也敬你各位的有劲葡萄干、福利熊、小妮妮，各位加码大佬们，我真的谢谢你们哦！喝啦！啊，葡萄干没了，我觉得我无敌了。好，复活了。上次购买市场衣服天天在穿吗？谢谢大家好，谢谢你们。而且我们的衣服其实冬天夏天都有了呢。我跟你讲，5月份我们的生日的那个套组现在还没公开，但是你们又多了很多给息可以带在身上了。你们5月的套组真的不能错过，而且那个真的是否我们频道就是一些本土梗才会知道的。简单来讲就是很本土，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带走，因为真的就是一整套台到不行，但是又很具代表性的周边，对，也是可以让你们带在身上一辈子的。对，大家一定要就是把荷包先养好，准备要手到预购哦，好不好？然后大姐你在笑什么？这迪卡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英文叫做等一下 no pong no， 对，这首等一下我讲过吗？我怎么忘记了？是短袖的吗？下次买长袖的吗？哦，你是说我的外套吗？我的精明概念的外套吗？现在还是可以买哦。对，而且那个外套真的是，我记得做的还蛮台味的。等一下，我有讲过这句话吗？我怎么忘记了？我忘得一干二净哎。FK 上，我讲过是不是？完蛋了，我是又被谁盗账号？我怎么没有印象？哦，谢谢大家。总之，我成功的拯救了我自己，我现在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美味的凤梨跟芋头了。来，好好吃哦。好好吃哦。所以像这个凤梨罐头啊，猪猪每个礼拜的重训课我都会带一罐在车子上面，
然后重训结束后马上吃啊，好好吃哦！凤梨罐头的美味真的是这次完全尝到了。福利熊，你真的没有笔电跟平板吗？我们福利熊不用笔电跟平板，我们福利熊就只有那个私人直升机。不是，不要加码我，拜托。我只是在讲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夏天穿的吗？有六桑，夏天穿的目前已经没有了，因为夏天穿的那个已经算是还蛮早期出的。这件 T 恤算是蛮，我觉得对于老面线来讲，或者是新面线的话，应该也算是蛮有纪念价值的。有看到这个贴图吗？这是什么字？我现在在那个聊天室打的这是什么字？能看得到吗？店先生，你说外套吗？外套的部分的话是在我们下方的资讯栏，有大概2年前，我有跟一个日本厂商合作的联名外套。那个外套目前其实还是可以继续买的，但是它是从日本寄过来，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基本上它的出货会比当时我们预购的时候还要再快。对，西行，我当时兴致冲冲的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有贴图可以用，我要写一些字给我们的观众玩贴图，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然后我就快点写了一些什么婆啊、烹啊、醒啊，然后 po 上去之后，我完全没有发现我写错字，然后就变成说那一阵子就观众常来说，来蜘蛛频道不用醒，太好了，可以一直叫婆这样。对，完全不用醒，你我都不用醒，我精明干练我不用醒，谢谢吸星大法。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吸星的梗，在那个时候就做成了一件 T 恤，白色 T 恤，这就是我第一次出的短袖 T 恤，就是吸星 T。对，然后第二件是牛妈加持的 75C 的，也是短袖的黑色的 T 恤。对，然后那个外套他们没印象，因为没法买嘛，也没关系。对。因为毕竟是日本厂商那边，可能有些有要刷卡之类的问题，就比较不方便。那个我知道，对，所以没有关系。对，谢谢雪梨宝贝有帮我们把链接放上来了，感谢。对如果丁先生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参考一下，没关系。对这个算是往年我是觉得都还蛮值得收藏的，因为我都会把一些本土的一些梗放进去，就是做一些联名的一些算是元素这样。然后今年5月底你们把你们荷包养好，因为也是会有很本土，让你们可以穿在身上一辈子的东西，真的超本土。对，要继续讲这边这反正不管讲不讲都会收到了，我就抗争到底我现在要吃我的芋头了，我现在无敌了，知道吗？芋头果然我真的觉得每次深层重训餐一定要把芋头放到最后，真的是最后的救赎好好吃哦。对，这是海湾寄送的，谢谢雪莲宝贝。大姐完全醒不了，不愧是大姐。加持，牛妈你还在线上是不是？我以为今天只有春姐姐来而已。对，加持，这牛妈真的是加持，好不好？对我们那个75C，没想到在去年度变成了一首歌了，是不是？没想到这个加持之好的，好不好？看到金毛干另外他有跟到吗？六上居然有跟到这一波，谢谢。然后我们的比较厚的那个绕颈 T 恤，就是在去年我们的募资专案里面就有了所以我们是想说短袖的 T 恤一直以来就是都已经做2件了，所以去年我们就没有做短袖 T 恤，去年我们就直接回馈大家的是长袖的绕颈帽 T。那刚好我们在出货的时候也是冷的冬天啦，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收到了毛毯肉味毛毯满满的那个肉味纹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还蛮厚的绕颈帽 T， 好好过一个冬天这样，然后今年冬天又可以拿出来穿了，对，穿在身上一辈子，半甲之愿丁爷不错丁爷越来越幽默了很不错
变成人夫之后越来越幽默，是不是？是被老婆训练的，对吧？然后老边老师加上5000老师，那边10000老师，北拜，不错，你各位熟男们的梗很好，很棒，每天都要来这边冷消维，知道没有？每天都要来朱迪卡这边冷消维，知道吧？好啦，成功救赎朱迪卡的最后一口芋头，好好吃哦。啊，谢谢，我又完成了一盒了，我再要把它舔掉。奶油好好吃。马克先生已拿下。啊，太棒了！朱迪卡又成功的拯救了自己的村庄，我要成功拯救自己的村庄。啊！今天依旧是无限溺水呢，无限溺水的朱迪卡，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成功的在5点的时候和平的拯救了我自己。好啦，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降落地点。好，然后谢谢丁野今天亲自到访哦，然后今年加都加哦，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刚好是猪猪的高阶会员，或者是你好兄弟刚好也是猪猪的高阶会员，丁野是可以哦，加都加哦，可以帮带的好不好？是可以的。对，谢谢马克先生，我又成功了拯救了屯竹村了。对，最后把凤梨还有芋头留到最后拯救自己，真是我只能说是此生最正确的选择。好吧，4月份回归与你各位的高阶会员回馈是朱迪卡妇科腌萝卜，你们想囤的现在给我加进来就对了。礼拜3、礼拜4就要制作了。对，我们3哥刚刚已经进场了，感谢3哥进场了，好不好？那现在进场刚好5月份又可以领我们丁爷嘉义的这个非常著名的金奖烧肉的，就是各种无痛加码吃肉肉活动啊！你各位就是5月份的高阶绝对不能错过哦。现在加进来也算哦，毕竟为期1个月，一定会沾到5月，好不好？现在加进来一定会沾到5月，对，雨露均沾，好不好？一定会沾到5月。一直沾来沾去，到底要沾什么？好啦，我们来找一下降落地点，我看一下哦。现在我们去找，我们来搞，好，我们去找尤里讲完好了，我们去找尤里讲完。好一阵子也没有看到尤里讲了，不知道最近好不好？谢谢你们，是5000乘以2还是2乘以5000啊？这个很像应该都可以的。是，谢谢大家，和平的一天要过去了，感谢迪卡小女生的努力，我好努力，我真的超努力的，我真的超努力的。如果说明到再印出来一一点名吗？没有问题，高阶会员的名单我会特别再给丁爷，然后丁爷我今年有增加150元的会籍，好的，这个部分先让你知道一下。好，然后高阶的猪猪辛苦啦，帮猪猪补充体力啊！谢谢不可以多少，感谢，谢谢我把今天分的葡萄干吃完了，我真的觉得再加上刚我的大脑无限分泌了就是重训后的脑内啡，我像是无比的快乐，我觉得真的好快乐，人生真的是充满了希望。谢谢。然后我会把高阶名单给你，绿界的跟那个 YT 的都给你这样子。对，那其他的会籍可能就要麻烦他们自己再出示一下了。对，因为其他会籍如果要印出来让丁爷一一确认，实在是我当心你忙不过来，那我可能就以高阶的为主。那其他会籍的，记得你们要主动出示哦，好不好？什么想要朱迪卡？
尊爵不凡的让你们放在名单里面我们就可以跟水母先生一样，直接加入高阶会员不只有尊爵不凡那个丁爷帮你查名单之外呢还可以尊爵不凡那个朱迪卡帮你一条龙填表单服务，填什么表单？150块的那个文化部爸爸加码小周边服务啦，好不好？我们水母先生就是因为不会填单，懒得填单加进来的，好不好？这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水母先生是加进来除了可以一条龙的那个填表单服务之外，又可以领肉咯，好不好？真的非常的划算各位高阶会员谢谢，感谢投资朱迪卡进场，正是时候，谢谢现在进场，谢谢。我去地车监测抽筋我还真的没有降落过去过我觉得下次可以玩一下。地车监测可能明白四舍五入好，谢谢你们。再等等看葡萄干现在先不要，对，我刚刚吃了大量葡萄干，好不容易被芋头治愈了，先不要。谢谢你们大家。150元真好吃，75元的会员吗？每次盛虹讲这个我都会有点起疑心，搞不好盛虹早就是150块的会员了。好啦，150块的会员的表单的部分，如果您刚好是150块以上的话，记得一定要填表单。我们4月份的已经快要收单了已经快要截止了，好不好？那高阶会员就不用担心，一样是由猪猪帮你们处理这样子是免费会员吗？等一下，丁眼你是趁自己免费会员的样子。默默跟台，谢谢，今天也来到猪猪频道。好啦，我们切片尾咯。明天是跟吴贤老师的台语学习台，那这个礼拜基本上又刚好遇到5一的劳动节连假，所以今天跟明天开完台，猪猪再加上又要制作您各位的妇科腌萝卜的部分，所以这个礼拜只能开2天，真的不好意思啦那我们的腌萝卜部分快点在这个礼拜解决掉，我自己很期待可以吃到好多香香甜甜又清爽酸甜的腌萝卜。对，我也好一阵子没腌了。然后下个礼拜开始进入5月，我们有好多的活动丁爷的肉肉开跑，以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我们的专辑预购基本上会在这个礼拜平台就会出来了。我们实体专辑预购，请记得用资本用资本主义的力量支持你的推很重要。我们在专辑上面真的是花了非常非常高昂的成本去制作，所以我们这次有分精装版跟平装版的部分，好不好？那基本上我们回馈于各位大佬的去年的专辑的募资专案的一定就是精装版。我们这次精装版其实真的很尊爵不凡，我们的成本很高它是书本翻页式的所以它其实卖的也不便宜。那感谢去年就是如果你刚刚有跟到我们专辑套组因为它价位算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一律就是回馈精装版的给去年有参加有投递我们算是专辑套组的各位。那基本上这次的专辑我们分精装跟平装，那你们也可以量力而为，就是选择你们买得起的价码，或者你们觉得就是要买爆精装版，我们会非常的感谢。精装版有点贵，但是它值得收藏。然后做专辑真的很不容易，请大家一定要支持起来，我们才可能会有再下一张，因为成本真的非常的高。对，从零开始制作，然后还有文化部爸爸的支持，可文化部爸爸的加码的部分，说真的，一下子啪的一声，我们总算烧得一干二净了，然后也总算把专辑做出来了。对，最后就是我们的专案的部分，总算在今年度真的要做一个收尾了。实体专辑发出来，我们就真的要结案了。但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实体专辑资本主义来支持我们，把它买爆。我们才有办法在这个圈子产出下一张专辑，这个很重要，好不好？谢谢资本，对不起，资本主义，民有没关系，我们一起来降落到尤里奖那边，好不好？全州什么开始预购，大概这个反正不会超过4月底，也就是说最后一天可能4月30号才会上。我一直在等待那个大宝老师那边的连结，因为他那边也在瞧一些，就是可能关于连结的一些东西，好不好？那也让大家久等了，最晚4月30号一定会看到。那猪猪一定会大肆宣传，不用担心，好不好？提前准备好，不管是我们这个礼拜要公开的预购连结，或者是5月底要公开的5月份的生日季的周边，都请大家买爆，给我们实质上的支持，这个很重要。买爆就对了。谢谢你们大家。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ゆり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加入到ゆりちゃん的频道了。
我咧讲呢，伫咧有你讲的冰岛啊，下好你的安全带吼，米线啊，系好你们的安全带，面线兄弟。那么我明天台语教学台见哦，大家拜拜。朱迪卡今天又成功的拯救了豚竹村庄，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又会蹦出什么样的葡萄干火花呢？啾咪啾咪，阿死阿死，大家拜拜喽。